大姐，这你没事的东西让你好好吃过饭。在家里也没有啥交代的，我做了点野菜馅包子，等会儿再给你炒俩菜，你到时候尝尝这包子好吃不好吃啊？那咱家野菜包子好吃啊，是吧？你看，俺今走到俺家里，可能是我做了饭。这要是出了门子了，你说这连个饭也没人给我做。我想来想去啊，这个以后这生活不是也得保障保障？这领养这孩我看了呀，他对我这也不中。你说，不如等以后他们结了婚了，叫他们每月多拿5000块钱。这样着，以后这领养对俺们不好喽。这条还叫俺们花，你说我这边够不着？一个拿5000块钱啊？咋？你这做梦啊！一天天做白日梦啊！一天5000块钱，那堆着人给你5000块钱，我给你叫来个女婿的啊！我看你不是说给玉露花了，你是自己留着花了吧？我看也是。那我自己留花了没得了，那我留着钱不是很叫他花吗？我跟你说，你个老磕的，你这样子想法就是不对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的闺女咋结婚呀？你这脸对领养公平吗？走，咱去找家家去，把这个事给家家说，我这。